来继续来看国道3号苗栗通宵的路段，伫透早7点发生着死亡车祸，一台大货车故障停伫路径，这拖吊车当要拖掉，结果一台沙石仔车驶到位甲因撞落，这货车甲拖吊车的司机拢去互撞死。经过酒测，这沙石仔车的驾驶并无啉酒，应该是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。 沙石车车头甲车身已经弄开去啊，零件甲车链落甲满世界，边个拖吊车车链啊嘛被弄歹去。两台车后壁有一台大货车嘛弄一个真正力，货车甲拖吊车拢是互沙石车为后壁挤落去的，两台车的驾驶当场被弄飞出去，抢救嘛无效。 两死的车祸发生伫国道3号路南苗栗通宵路段，透早7点外时，这台大货车敢若是过路停伫路径，拖吊车到位的时，正要协助拖吊，这台沙石车成为后壁弄这台大货车，才佫弄着拖吊车，两个驾驶弄着。砂石车驾驶零染酒测值为0，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而肇事。因为车的零件落甲满世界，现场抹剩内车道会当通行，自行塞车。有关国道的拖吊，敢有规定讲一定要设这个防弄车？警方强调讲，若是国道施工也是各种的排除，因为施作的时间较长，就需要设这个防弄车。若是干那拖吊，就无需要。要过驾驶人若有安全的顾虑，也是拖吊业者认为有需要者，议员会当加高公局，也是国道的警方申请，和这个拖吊的过程较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